主后2026年5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结出福音的果子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罗西书第1章第10到1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哥罗西书第1章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我甲咱的兄弟提摩太，写批互住伫哥罗西的信徒，就是甲基督结连忠信的兄弟姊妹，愿咱的父上帝赐恁恩典甲平安。阮为着恁祈祷的时，不时地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因为有听到恁对基督耶稣有信心，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。这个拢是用迄个为着恁囥伫天顶的愿望做根据。这个愿望当初福音真道传互恁的时，恁已经有听到。这个福音毋但传到恁遐，嘛传到全世界，继续生长结果子，拄甲恁以前听见佮真正认捌上帝的恩典迄时的情形共款。恁有对亲爱的以巴弗学习这个福音，伊甲阮平平做仆人，为着恁做基督忠实的妻佣，嘛有对阮讲起圣神互恁有疼心的事。因为安尼，对听到恁的消息以后，阮有继续地为着恁祈祷，求上帝互恁会当对圣神得到逐款的智慧甲理解，充分明白伊的旨意，言行举止照主所爱，凡事互伊欢喜，佮互恁做逐项好事，结好果子，对上帝的认捌嘛愈加添。愿恁对伊荣耀的权能得到教nghĩa的气力，有耐心通忍受一切，佮用欢喜的心感谢天父，因为伊互恁会堪得分享伊为着家己的信徒保留伫光明国度的福气。伊救咱脱离黑暗的权势，甲咱刷入去伊所疼的囝的国度。咱对伊的囝得到救赎，罪得到赦免，结出福音的果子。哥罗西书是保罗写予伊袂捌亲自牧养，却深深关心的教会。当时，教会面对错谬教导的威胁，有人企图伫基督之外加上铁盒律法主义、神秘经验，削弱基督的完全甲至权。伫这种处境下，保罗无一开始就责备因，反倒是用感恩、祝福甲代祷做开场。保罗肯定因领受福音的美好，搁伫批信中高举基督是创造和救赎主，强调一切智慧、财物、奥秘、丰盛和愿望，拢踮基督里。保罗期望因会当持守所信的福音，不愿当受偏差的规条也是仪式控制。教会的信仰甲伦理生活，拢爱踮基督里生根、成长，佮结出美好的果子。对这可见，保罗对福音的热切，把任何会当宣扬基督信仰的机会。保罗称哥罗西的信徒做，就是甲基督结连忠信的兄弟姊妹。这毋是因为因已经完美，是因已经属伫基督。圣洁毋是人靠努力达到的成就，是人踮基督里
受赋予的身份。这身份有3个属灵记号：第一，对基督的信心；第二，对众人的疼心；第三，对天顶存有仰望的心。保罗指出，这仰望毋是空想，是建立在已经听见的福音真道顶面。福音毋是一套铁盒，是带来生命转变的真理。保罗使用成长结果子的现在进行式，说明属灵生命毋是瞬间完成，反倒是持续性的生命历程。咱常常误以为受洗之后就拥有全备的属灵生命，或者是认为信主多年，信仰自然就会成熟。但是属灵生命亲像是要成长，需要时间、养分甲持续栽培。成长袂自动完成，是仰赖每时刻甲上帝亲密团契。高小信徒的生命改变，是对听见福音开始，到渐渐明白上帝的恩惠，最后得以结出属灵的果子。伫第7节，保罗特别讲到以巴弗，称伊做亲爱的同工，基督中心的仆人。以巴弗无传扬家己，是忠心将基督的福音传予哥罗西人。这提醒咱，若福音受参杂人的功德、神秘经验，或者是受制于律法主义，那呢属灵生命不但袂健康成长，反倒会枯萎凋零。结果子的信仰生命是建立伫基督已经成就一切的福音顶面，毋是我还需要搁再做寡什么，才会当受上主接纳的立论顶面。今日教会上款处点混乱的世代，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期待，也诚做对咱的提醒。基督徒的生命着下伫主的要求，结出美好的果子，对上帝认捌也因为安尼精进。属灵成长是一个特别的循环，若认捌上主，就若得以喜悦；若结果子，也会若深刻认捌上主。结果子毋是为着证明家己属灵，是自然流露出受上主更新的生命。默想，我的信仰是持续成长，或者是停留伫过去的经验？我是毋是互其他价值也是追求，慢慢取代福音伫我生命中的核心位置呢？我的信仰是持续成长，或者是停留伫过去的经验？我是毋是互其他价值也是追求，慢慢取代福音伫我生命中的核心位置呢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将美好的福音栽种在我生命中，互我毋简单相信，也会当持续成长，搁结出荣耀你的果子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